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第39回。我是阿明，佮有甲我做伙主持的鸟豆小咖。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是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毋望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18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俺公照去了这个读册会网站，佮有我甲小咖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更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湾通信这本册，甲前38回读册会的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更较方便用手机仔收听，佮伫读册会的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搭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还有读册心得的发表，若是有人感觉读台湾通信30纪念特刊有啥感想，会使甲你的读册心得写出来，发表伫咱读册会的网站顶悬。读册心得，请大家用台文、罗马字也是汉字拢会使。这礼拜竞选的文章，第一篇重建台湾人的心灵文化运动。创美子纪念基金会这篇文章伫咧台湾通信特刊407页，线顶45期。第一页，第二篇，台湾需要啥款的教育改革？作者同款是创美子纪念基金会。台湾通信特刊408页，线顶48期第一页。无册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这篇文章的网链。要做伙来读册的人会使举卖，毋望来参加的人拢会使试看卖。好，安尼咱就对头一篇开始，重建台湾人的心灵文化运动。敢有朋友要先来试看卖？敢若我先读。好，好，OK。这1-2年来，台湾岛内反台独的声音，会使讲是发展到空前的猖狂。对台北探到罗水溪以下的嘉南边缘，经过电台、报纸、电视、竞选媒体，轰炸台湾岛上每一位住民。选举的结果，至少伫表面上来看，10票有6票是投互讲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候选人。台湾选举愈民主，投票支持中国理念的人愈侪。这种现象，互相信台湾民主化的结果，会带来台湾独立的人真歹了解。其实，咱若深入去文化底层来分析这个现象，就袂感觉奇怪。中国人伫海峡的另外一边，煽风分火，喊话威胁，佮拄着惊死无 LP 的国民党。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上主要的原因是这50年，中国国民党伫台湾用台湾人的税金所推行的中国主体性教育。台湾人自国民学校开始，一直到读大学，简单受中文教育，无受台文教育。将近20年的青春，拢在互人洗脑，我们都是中国人。一直到今仔日，有关台湾的历史、地理、语文的课程，伫正规的学校教育，拢敢若是插花仔的性质尔。无怪受中国教育、无社会经验的台湾囡仔，一个一个变做新党的生力军，变做继承中国法统道统的特工队，连伫海外一向上有台湾意识的台湾学生社。今年冬令营的台湾文化讨论小组，嘛已经无能力使用母语讨论，变做用中国话做主体，在讨论台湾文化的不中不大讨论会。台湾人的命根，敢去互中国文化在台湾淹挂去啊？失了母语、无根无文化母胎的新台湾人，伫中国主体的台湾教育体制下，每一年加几60万，
这款不中不大的新人类继续增加，台湾民主化的结局就是中国化。即摆的选举行动伫新一代的台湾囡仔的支持下，一声扩大3倍胜出。这对迷信选举万岁的人是真自然的教训。行动若无扩大，才是奇怪。目前的教育材料、教育制度、考试用人的制度继续落去，毋免过10年，中国文化思想的候选人势力若无翻过全台湾的选举市场，才是奇怪的代志。以上。感谢鸟豆读了这赞的。我有几个所在想要讲者，就是拄则鸟豆读的第一趴、第3抓的所在，轰炸台湾岛上的每一位住民，你可能读做住民。好。共拍的所在第抓，毋是讲你毋对，毋过是有，对我想应该是腔口差，迄个抗战的枪功。这个字嘛会使读做枪功，枪甲枪。好。你睇拢对，嘿。还有一个所在，第二拍算起来，对后壁算起来第4抓，今年的当年赢，你读做赢去，这字我会读做赢啦，兵啊赢。好。安尼，以上敢大家敢有其他的问题要提出来讨论？我补充一个字吼，就是第2拍的第10抓，变做继承还是继承中国法统道统？因为拄则鸟豆敢若是读记，毋知是毋是读伤紧啊？我读记吼，安尼。嘿。好，应该是以上。继承较对啊。继承。好，感谢小嘉，感谢鸟豆。鸟豆读的部分，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搁讨论？有即篇有出现，迄个字吼出现几落摆，可能后一篇嘛有，因为作者是共一个，就是迄个台湾囡仔，毋过伊迄个汉字敢若是写囝对无？我感觉应该是囡仔才对，就是迄个裤仔内底是迄个女啦，毋是迄个主。嘿，甲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后壁若有出现的时阵，应该是爱读台湾囡仔，嘿，毋是台湾囝，安尼读起来怪怪。对，毋对。好，感谢小嘉的补充，多谢。好，咱鸟豆读的敢搁有啥物问题？若无，就搁继续刷落去读。敢有朋友要来读看觅咧？手敢有方便读？好，对迄个囡仔字条。对。好，谢谢。囡仔字选举政见发表会中，用台湾文化做主体的台独理念，真正听会入耳的人，只有2种人，一种是天慧特别深，灵眼特别悬，看代志毋是看表面，是用头脑去探讨本质的人；另外一种人是捌出去外国，谈着自由民主人权滋味的人，绝大部分受中国教育培养的台湾青年，若毋是真戆，就自然一定会多少靠附国民党甲新党，希望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政见发表会中，真正有心底想台独的人，可能袂超过30%，其他70%的人，无论你台独理念偌高明，甲因拢无切身的关系，因甚至用轻视、亵渎的态度去款待用良心宣传台独理念的候选人。
中国用怀霸对付伊的国民为竞争，亲像掠家己家条的鸡仔起来抬互人看。即种目睭前活活的人间悲剧，叫袂醒台湾人的中国梦，自称代表台湾人的民进党，为着要继续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分饼捡鸡卵，渐渐失去历史感甲方向感。伫选举的中间，为着巴结新人类的票源，简单要紧地唱歌跳舞，毋肯诚实讲心内话，宣传台独建国的理念，甚至选输了后，针对一寡疼心的诚实话，煞见笑转受气，走去甲中国派的新党林家彪大和解。台文通讯毋是分析选举运动上好的媒体，通讯的同仁徛伫即个历史上危急的时代，简单爱提醒读者、资军注目一个严重的现实：台湾人的反抗运动甲建国运动的整个方向已经面临空前的危机。我先聊到遮，多谢。好，感谢秋姐就大概这部分，一个所在啦，就是迄个第10趴的第10抓的所在，秋姐头第一趴，大概第一趴第10抓的所在，因甚至用轻视涉毒的态度，对秋姐敢读做是熟对无？可能读做客气的这部分安尼尔。好，多谢。好，感谢秋姐大家敢有啥物问题要讨论？有嗯一个建议就是，第5趴就拄则阿秋读的头一趴的是第6抓，伊是讲就自然一定会，伊是写多少啦，毋过我咧想讲咧读的时阵是毋是读加减会较顺？虽然这甲伊的迄个汉字迄无共，读应该是汉字无共嘿，这是我的建议。佫有即趴的后壁算起来第三抓，甚至选输了后，针对一寡疼心针，迄字我会读针啦，针对毋是针对。我毋知大家拢安怎读诶。以上。好，感谢小嘉。拄仔小嘉讲的这针对这字，我嘛听过真侪人讲针的，所以敢是真正就是有的所在会讲针这字安尼啊？我毋知呢，我着想讲含大家讨论。迄个因为今字顶嘛有收针的，所以讲我嘛无介了解，因为我惯势就是读针，好，若无咱着感谢小嘉感谢秋姐咱着搁继续刷落读。歹势，我要请问吼，像讲伊迄个就是拄啊针对即趴上尾第二抓，伊是讲疼心的，这到底是要安怎话？疼心的什么话啊？你会想讲就是读做正实话对无？我毋知影到底是安怎念较好。这个所在就较迄个，毋过我想应该是读成实话较对咧。若念改做老实话，敢会使？应该嘛是会通啊，会通啊。伊的顶一抓部分嘛有一句嘛吼，毋紧诚实讲老实话，还是讲毋紧诚实讲老实话，心内话啦，到遐讲毋对。老实讲心内话。所以这个所在，因为诚实甲诚实的这个伊的
读字拢共款，啊，所摆讲都毋知要安怎甲读，嘿啊，这嘛我嘛丢拄介久，会小甲请讲。对，我咧想讲吼，伊迄头一回出现的迄个词啊，可能是爱读成实，啊后壁迄个可能爱读正实，就是老实话的意思。就是真正的话迄款意思。啊，毋过对啊，这嘛是靠你迄款语感来判断啊，就看伊内底迄个意思。好，了解，以上。感谢小甲，啊，这大家帮参考，大家看卖啊，家己安怎读，啊，咱到这敢若佫有啥物问题要讨论？若无，刷落佫读后一拍哦。敢有人要来读看卖啊咧？我来好啊。好，感谢小甲。我想讲，我准备要出声呢。所以我是讲，大家拢点点，我来试看卖好啊。我甲遮看家读甲煞好啊，有够济。好来。敢会伤济？好，无我读三四拍安尼好啊。台湾人毋通想要外靠选举出头天，体制内的选举运动是简单会当反映台湾教育体制内的意识形态、思想走向、人生观甲世界观的大概念。选举会当用来诊断台湾社会的病，但是袂当治台湾文化、台湾心灵的病症。要救台湾社会末期严重的病源，就爱对台湾人的文化，包括语言、意识形态、人生观、世界观去改造。台湾通信所主张的台湾语文运动路线是一帖可药。咱主张台湾唯一的活路是经由文化改造、语言的重建来促成意识形态、人生观、世界观的更新。这种路线通讲是重建台湾人的心灵的运动。新的台湾人的心灵运动，毋是民进党跳舞唱歌的选举运动，更加毋是为着权势的大和解运动，毋是注重统治形体的更换运动。新的台湾人的心灵运动是一种打破国家统治权力结构的运动，是一种心灵的内涵、思考、意志、生活方式的更新运动。这种新的心灵运动强调不死不休、不妥协的意志，强调灵魂的自由、自我的尊严甲自我意识的培养，彻底建立自由思考的精神，创造台湾人心灵的美，台湾人的艺术性，台湾人的人间性，台湾人的合理性，甲台湾人的理想主义。以上。好，感谢小甲替咱读这三拍。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还是小甲你家己认为有啥物所在问题？敢若无呢。无吼。敢若就是无啥好读安尼，一直家字。阿秋请讲。要请问迄拄仔念的上后壁迄拍，上尾拍的，上尾第二纸迄个，创造台湾人心灵的，这要讲水啊美哈？拄仔敢若是念美，还是讲
若足黏足水，敢会使？我感觉是会使啦，只是讲我毋知影讲水是毋是较有我外表迄款诶，啊咱心灵心内诶迄款就美丽啊，我是安尼想诶啦，啊毋过我伫想应该是水抑是美拢会使。我观察即个字伊会当读水嘛，会当读美呢。哦，两个拢会使就对。嘿，好，安尼咱着水甲美，咱着拢甲安尼读啦。感谢阿树姐，嘛感谢领导。敢佫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若无，咱着佫继续刷落去后一趴历史真正意义这个所在开始。敢有人要来读？我来。好，历史真正意义在伫创造。历史毋是资料事件的累积，也是分析。历史是人间个性内面生活的不断创造。所以，新的台湾人的心灵运动是一种动态的历史观、动态的文化观、动态的民族观，是一种台湾概念的生命化，毋是抽象画质的中国化。咱是伫提倡一种非中国化运动、非政治化运动、非政治万能运动，来建立新的台湾人民、新的台湾人民族性格。这种艰难的心灵精神运动，爱靠咱的觉醒所产生出来的台湾人无私的热情甲纯情。只有这种力量，才有法度突破复杂诡计的沾染中国思想的封锁，突破沾染复杂的国际情势，突破台湾国家命运的期望，向可能甲无可能的世界挑战，用家己的handle路驶出去新的世界的海洋，飞出去新的广阔的天空，主宰家己的命运，达到至善的选择。好，先到这。感谢暗光照，暗光照替咱读的这两趴，大家敢有所在要提出来讨论？就是拄则头一趴算落来第四抓的所在，抽象画石，暗光照读做画石迄款物件，这是画石。就这个所在，对，佫有一个所在，就是拄则读的第二趴，第二抓的所在，热情甲纯情，伊这个所在伊是写 H 啊，应该是 K 甲对，甲这对，安尼。以上甲大家讲一下，佫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无？我有一字要请教大家，就是拄则安君照读的第二趴，上尾算起尾抓第二抓，后壁迄字迄天空啊，大家是会读天空还是读天空？我头一回看到这字，我无查字典，我是读天空啊，毋知大家安怎想？天空改成无啥问题呢，代志敢若有收，毋过咱一般通常若咧讲话，应该是袂安尼讲诶。对，我嘛想嘛是。拄则鸟豆是毋是有要讲话？我嘛要讲，我嘛是读天空，感谢。可能会读天空安尼，讲话可能会讲天，敢会讲天空啊？还是感觉怪怪。有天公是天公伯啊，叫天公啊。天空较怪，毋过天公伯也都 OK。天空的一般咱伫讲台语袂讲天空啊。可能写诗啊是写歌，
才有可能会出现，啊，讲话较无咧讲。好，以上。好，安尼这字咱就安尼甲 pass。好啊，敢还有啥问题要讨论？啥物所在要讨论？若无，咱就刷落去读后一趴。后一趴敢有人要来读？还是我甲读互煞？好，你来收尾，最后好两趴。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为着即个台湾人的心灵运动，咱所绝对需要的是台湾文顺道的精神，新的敬虔主义，新的对台湾母国的献身甲实践，体会到这是最后决战的时代，咱已经无第二条通选择的路，这是台湾文最后的审判。咱即代的台湾人徛伫公元1000年的新世纪，甲新千年代的门口，咱的母国，咱的土地培养咱到今仔日，但是伊现在正是受到苦难的生死关头。咱台湾人的新的心灵文化运动，是咱为着保护咱的老母的决死战，请咱敬请做上好的自我锻炼，来加入即个无形的战场。以上好，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还是要补充的？对，迄个最后一趴最后一抓的所在，迄个自我锻炼迄个锻，改成写毋对字啊，嘛无要紧啊。即个锻炼有人会读做锻炼，嘛会使读做锻炼，安尼以上的分享。好，安尼无咱先来读，咱即篇已经结束啊，咱来读第二篇。台湾需要啥款的教育改革？即篇敢有人先来读？我来。好。台湾需要啥款的教育改革？从理智基金会纪念基金会，由台湾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你若问因讲台湾的主权敢有独立，因会甲你应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有的人甚至会甲你讲台湾已经独立要50冬啊！你若继续甲因讲话，你会定定听因讲我们中国人安怎拄安怎。搁较惨的是，因若是用台语讲，因拢讲咱中国人安怎安怎，连咱嘛甲算入去因迄国内底。你若听了袂爽，甲伊抗议讲你毋是中国人，因马上会甲你应讲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无需要分甲遐清楚。你若搁甲因火落去，好朋友好厝边嘛会为安尼来无爽快。这问题出伫倒位？明明就是食台湾米大汉的台湾囡仔，规世人嘛毋捌去过中国，明明就中国飞弹一粒一粒在甲咱弹，是安怎对中国拢袂死心？讲来讲去，问题拢出伫教育。以上。感谢小可读的即两趴，大家讲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敢有？若无若有要读册的朋友会当请麦啊，因为毋知影大家咧无影送，可能较无方便还是安怎？无要紧，咱先继续读好啊。后一趴第3趴开始，有人要先来读，拄鸟豆花声就你好啊。好，第3趴哦。好。台湾有公学校以来，拢是外来政权咧决定台湾囡仔伫学校爱学啥款语文，
爱学啥款课程，外来政权按照因统治者的利益来决定课程的内容。日本时代台湾的公学校教台湾囡仔讲因是日本人，就爱效忠日本天皇。国民党时代的国民学校教台湾囡仔，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强迫台湾囡仔袂使讲台湾话，光子学做中国人，愈教光子愈像中国人的。伫外来政权的体制内面，升学升官的机会就愈大。伫日本时代，要食官厅的头路，一定着爱做国语家庭改日本姓。伫即种殖民地语言屠杀、集体洗脑的教育制度之下，台湾人国家文化认同混乱是无法度避免的。即种认同的混乱造成社会的不安，是台湾国防安全上大的弱点。若无赶紧彻底改正外来政权的殖民教育，建立台湾人的台湾国民意识，毋管外交形势安怎变，台湾中国化是今早晚的代志。以上。好，感谢鸟豆替咱读的即趴。我有一个字要讨论的，就是迄字课程啊，我嘛拢读课程的，毋知安尼敢对？鸟豆你敢有查过？我查到这字，有课程甲课程的，对啊，我拢读所以是课程的，课程。伊是安尼是两个拢会使，还是倒一个较好？因为迄个代志所在啊，伊迄无共的所在是迄字课甲课，课程甲课程。毋过我家己着读惯是迄个课程啊，嘿啊。即个字所以着伫咧家己嘛有课程，所以讲出来互大家知影一下安尼。好，感谢。无啥，我确实无掠着啥问题，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无？讨论哦。有。讨论就是后壁。无啦，讨论是讲后壁迄个头仔读2拍，猫头读2拍，上后壁迄个台湾中国化是今早晚的代志。即马就已经伫发生，而且我有看迄个人讲什么，即马迄个国校啊国中，就是18岁以下的囡仔，拢最爱看迄个，什么拢手机啊嘛，手机因拢用什么小红书哦，搁什么抖音啊，因拢会用即两个 APP 诶。伊讲用即两个 APP， 就像讲咱以早细汉诶时，咱就是会看什么电视节目啊，迄种意思。因为就是同学啦、啥朋友拢会看这啊，变做就拢会，因就会对人就是嘛爱看无因甲人讲无话题。我是毋知影，因为我毋知影讲迄个囡仔因拢会看因拢用即两个 APP 哦。毋知影人其他人敢厝内有即种，就是学生囡仔因有伫用，像迄国校嘛用甲安尼。嘿，咱第二行迈，敢是要讲话，是要读册？我讲一个个女孩的代志。我毋知影即马国校的情形安怎，毋过我迄工去南澳一个福建站内底，听迄边的时代咧讲，即马大家拢咧用小红书，你要斗看觅无？足恐怖诶，是50-60岁的人咧讲诶，因互相咧小解，毋是囡仔人咧用啊尔。我去南澳迄边是50-60岁的人咧流通。我要讲这个代志。所以即款的 app， 大人囡仔拢总食呢，介恐怖。安尼即种物件到底什么？咱的什么科技部？数位科技部，因这是毋是？因这敢有可能管甲？就是讲即两个 app，因敢有可能来甲
广东，就是袂使伫台湾袂使用吼，敢有可能？我想较好哦。伊即马目前是公家单位袂使用嘛，要管到民间来，我看应该毋是遐简单诶代志诶，嘿啊，所以就是敢有人知影小红书是啥货啊？小红书敢是讲内底一寡故事，鸟豆就正讲，我毋捌看过小红书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 Twitter 有人转过迄个抖音啊，我抖音捌看过迄个影片啊，就是人转诶，你会感觉讲，为什物即个物件遮侪人点啊？可能着几啊万人会去点迄个物件安尼。小红书敢是啥物囡仔册还是啥？敢有人知影，还是有人用过？我无用过啦，但我有听讲是中国版诶 IG 啦，所以伫顶面是会使放诶是图片较短诶影片，安尼。哦，米多人正讲，大家好。我是毋捌用过，毋过我捌听人讲，就是伊像迄个 TikTok 是敢若拢是影片嘛，毋过迄个小红书伊是有一寡，比如讲教人安怎化妆，安怎装他面迄款诶影片，可能嘛有文字，是讲一寡食谱，还是讲一寡做一寡迄落手工诶物件，是啥物画擦指甲油迄款诶。若迄落少年诶老诶，我有甲我同辈，就是同届同辈35个，以前诶迄个同学，伊嘛有在用。毋过伫阮即个应该是较少数，就是中是较少数，毋过老诶甲少年诶，因对即个物件因较会当去接受，去download即个物件，因为像咱可能就袂去想讲我要去download看卖迄是啥物，对吧？我很像安尼。感谢米多人诶分享。因为咱后壁还佫有迄个即篇文章也未读煞，所以我想讲，即篇先甲读煞，甲等下咱才佫来讨论安尼。佫煞诶即趴是你等会上台了后诶一趴，敢有人要来读看卖咧？我来读好啊。好来，李登辉上台了后，真侪台湾人对伊有真大诶期待。当伊对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讲出台湾人诶悲哀诶时，毋知有偌侪台湾人暗中在祝福伊，会当真正做台湾人诶模式，通过拓展入台诶本土化教育，来完成认真诶革命，引带台湾人去做一个台湾人诶台湾国。所以，伊请李元택出来组一个体制外的教育改革委员会的时，真侪台湾人对乡里体制有一寡幻想。一档外前，教育改革委员会提出5项教育改革的大方针：人文化、国际化、科技化、现代化。咱详细甲想起来，这5项方针虽然是无毋对，但是伊并无讲到台湾要行出实名地教育阴影上要紧的重点——本土化。大选阮为了讨论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保守派的反对，对这项确实嘛毋敢伤甲谴责。毋过经过这冬外来的观察，阮发现教育改革主要讨论的内容，拢是伫信任中国大陆学者甲大陆学术交流、研究所的招生方式等等，甲台湾社会无要紧的教育议题第势玲珑，对台湾上迫切的语语教育的问题，颠倒完全无得要紧。阮实在看袂出来，目前教育改革委员会对培养台湾国民意识这项迫切的工作有啥物对策？这互阮真怀疑中台湾国民党有台湾化的诚意。
继续中国殖民地体制，检采实行改革利益上好的选择。教育改革只不过是一个延续因政权的性命的一个政治骗术。伫遮，阮要搁再强调，台湾国民意识的培养，关系到将来台湾是毋是会当伫国际社会成做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嘛关系到台湾的国防安全、经济永续的经营，甲主体文化的发展。目前台湾的教育是殖民地弱化台湾人的教育改革委员会上大的工课，在地废除殖民地的教育体制，互台湾人来决定要按照台湾人社会的利益来教育因的囝儿。好，多谢。感谢第如甲咱最后这3趴拢甲头煞。咱针对这3趴的所在，敢有人要讨论，还是要针对这2篇文章来讨论，拢会用诶？无啊？我是讲拄则迄个话题，无就是咧问讲迄个小红书哦，小红册迄物件啊。我其实我嘛毋知迄是啥，啊嘛拄则听米多林咧解说，我想讲其实迄个物件面册拢有呢，就是伊出现伫咧就是推荐的所在。毋过我拢是定定拢直接甲跳过人过，我拢毋捌点入去看，因为我感觉迄你若点过一届伊就会甲你记条条，逐回你要用面册的时阵，伊就会一直出现。嘿，迄毋知叫做啥，即款现象毋知安怎，敢若有一个名词，我袂记啊，要怎么讲啊？嘿，反正就是遮物件，我是想讲，若是讲有拄着人咧用即款中国的 app 的时阵啊，加减甲伊考囥一下，就是莫去使用啊。就亲像你若看到你的朋友在食毒，你是毋是甲伊讲，毒品对你身体无好？这甲毒品是共款的意思啊。所以若是拄着的时阵，就甲因讲一下，即款物件是莫使用较好啦。这是我的想法。以上。感谢小佳的分享。其实我想，这治安的问题，也是讲中国对咱统战的问题，这是我想这是做一个台湾人，每一个人拢爱有的一个责任嘛，就是会当闪避这物件就闪避啊。讲较无输赢的若有人要用，咱嘛袂当甲安怎，对无？毋过这就是看大家敢有即个观点嘛无啊，安尼。所以就像小可讲的咱会讲的，咱就尽量甲讲，尽量甲宣传，有迄个意识啊，安尼以上。大家敢阁有啥物所在要讨论，针对遮个话题？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和大家讨论者，就是讲，咱即个读册会啊，举办到遮嘛已经39回啊。毋知大家对咱即个读册会敢有啥物款的建议，还是讲意见？安尼会当互咱初期咧办即款的活动的时阵，会当改进，安尼。讲有人要发表一下伊的意见咧。比如讲，恁感觉时间，比如讲，恁有感觉换啥物方式较好、较趣味，还是有啥物想法，拢会使讲。也是讲针对伫参加遮年39回以来啊，是讲有个人会参加即段时间以来的一寡心得感想安尼，拢无哦，还是大家较避暑寡。就遮我是想讲，可能大家拢是10点以后才有时间吼。我看有诶读册会，搁11点以后大家哪会这么用？像你的意思是讲10点伤晚遐？你较介意9点，还是讲8点的较早诶？我是希望9点啦，毋过大家若拢爱10点，也是都是大家配合大家。我在想，迄款办这11点的，是毋是因为参与者有一个美国的朋友啊？因为若是伫咧美西吼，迄个时间差不多早起差不多8、9点安尼，所以对因来讲嘛是真早啦。
嘿啊，若是讲咱即马伫咧推特顶悬诶读册会，主要是以台湾推友为主嘛。若真正伫国外朋友时间有哈，就会使来。无哈嘛，嘛无法度，干会使看影片，也是讲听迄个 podcast 才会着安尼。对啊，时间诶部分，确实咱嘛无一定爱暗时10点，因为咱差不多拢读点半钟，结束都已经11点半，其实对隔顿工要上班诶人来讲是有较晚啦，会较忝。所以伫这时间方面会使搁讨论，可能若有需要改就改较早安尼。好，以上感谢秋你诶意见。感谢阿秋，嘛感谢小甲。因为我看，因为咱就是拢10点嘛吼。有诶人可能组合较无遐尔拄好，无要紧，着咱逐个搁调节者安尼。理论上我感觉讲，9点嘛会使啊，嘛可以啊，因为嘛袂讲介晚，嘛袂讲伤晚，会着安尼讲甲怪怪，袂讲伤早嘛，袂讲伤晚安尼，着若组合有拄好，着逐个人来做伙参与安尼啦。好，真感谢阿秋即下诶意见。拄仔迄个永安有嫌歹，敢有话要讲？无，我只是安那讲，就是迄个要困之前，参加读册会较好困。安尼吼。嘿啊，因为即个时间我差不多拢是11点外就准备要困。嘿，所以其实到后壁我都就是准备要困那听。所以讲你嘛感觉讲，若较早一丝嘛是 OK 啊，对无？时间上。时间上我感觉 OK 啊，无啥物意见。你自你参加即个参与即个读册会活动啊，你有感觉啥物所在需要改进的无？无呢，我感觉我拢足自在，就是我想要读就读，无想要读就听。安尼吼，着这也无压力个啊，对无？着安尼啊，逐个若组合有拄好，着有即个趣味，逐个拢会当来参加安尼。好，安尼例如，请讲。歹势啊，我是要讲，若是9点对我来讲可能会伤早，囡仔要困，可能就较无法度。安尼吼，真歹势。无要紧，即个大家拢会当主要讲若方便啊，大家拢会当来参与安尼，毕竟也拢还阁咧还阁爱阁想一下啦，无的确。好，安尼大家敢阁有啥物问题要提出来讨论无？米多林请讲。我阁讲一下迄个小红书啊，是我迄个朋友，伊前一阵仔着交伊男朋友2个人做伙去日本佚佗，伊平常时伫台湾拢无啥咧铺啦，去外国佚佗着铺足侪文啊，有一个就是因去一个餐厅食物件伊着伊文字部分就写讲，即间是小红书顶悬啥物人，可能就是因会讲伊顶悬较有名诶人，就是若网红迄款诶，就是啥物人推荐诶餐厅，我来食看觅。所以就互我讲，迄个小红书应该是足侪方面诶，因把迄当做因咧吸收知识，还是讲因想要找啥物款诶？比如讲旅游好啊，我去日本佚佗，有倒位较好翕相，较有好食诶物件，好佚佗诶所在，因有法度用迄个小红书去找着伊想要知影诶资讯。我会感觉就是因可能即点做甲足好所以足侪人就爱看迄个。感觉遮。好，感谢米多瑞诶分享。即个小红书诶物件，就是嘛是一种社交诶媒体对啦，嘛是会当伫咧网络采讲诶一个媒体，所以讲就是大家着甲身躯边诶朋友讲者啦，若要继续用这着也无伊诶法啦。
啊，咱还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无？啊，像啥讲？我是感觉这是就是有迄 podcast 通听真好，若有当时啊听，就是无注意绕高去，就通去 podcast 遐补听。像这拢用啥物软体听啊？做 podcast 啊，我毋知，做手机啊 podcast 啊。嘿啊，无毋对啊，就因为有真侪平台，就毋知影讲你是拢嘿。就 Apple 的 podcast。哦，了解。我所以搁有别位啊，都是 Google 嘛有 podcast 嘛吼。嘿，对，真侪迄个平台拢有，所以你的惯势拢是用 Apple。因为用 Apple 用了，迄落就感觉伊的界面敢若较顺啊。了解，感谢。因为这读册会的音档啊，就拢放伫个真侪 Podcast 的迄个无共的所在，连 YouTube 顶悬嘛有，嘿，大家拢会当多多利用啦。嘛真感谢迄个有咧甲咱听 Podcast 的这个友志，真感谢。敢佫有啥物问题？嘿，阿秋。我要问讲，迄有诶，即马 podcast 拢有伫项岛内啊，迄落即个 podcast 有伫项岛内。无呢，阮就无开无即个迄个，就大家就是有即个趣味啊，就来做即个，办即个活动安尼。嘛无想过有啥物买啥物岛内安尼。就是嘛是因为安尼，毋则有通甲大家安尼熟悉嘛，对吧？感觉袂歹。过来敢有个人要讲要讨论的无？假使讲若无，就是要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是咱即个台湾通信30档纪念日刊读册会最后一回啊！因为团队决定要休困一下，要休困偌久，这无的确嘛无一个时间表。出去若有新的计划，则阁甲大家通知一下，安尼。我甲大家讲再会，暗了后，我会来放一块歌，算讲来为咱台湾通信30档纪念日刊读册会做一个圆满。音乐结束了后，空间就会随关起来。接下来我有几句话要甲大家讲一下。起先，我要代表主持团队甲各位说一下多谢。按今年3月11开始，每礼拜一暗时10点，大家拢真热情来参加伫咱 Twitter Space 所举办的台湾通信30档纪念日刊读册会。假使讲若无各位友志的参与，我想这读册会嘛真歹行到遮啦，嘛真歹行到这时阵，非常的努力，感恩。过来，我要感谢咱的主持团队每一次读册会开始进前，拢会准备，还佫有读册会结束了后的事后的工作。讲才有去这读册会的网站，聊到第一掠这个音档，加音档，小可就咧做这个影片。因两个人会费真侪时间甲精神，伫做遮的工课。真感谢嘛，真感谢两位友志。好，最后佫一摆甲大家讲一声多谢。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好，伫遮甲大家讲一声晚安，他日再相逢。